好，各位 YouTube 线顶的朋友吼，大家平安，大家好吼，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台文博览会所办理的全台语的讲座吼。咱今仔日吼要甲大家讲的主题吼是这个放倒内底短裤甲暗示吼。讲座要正式开始进前吼，我遮吼先来甲大家小概放送咱台文博览会一个变声网吼。咱台文博览会吼，除了咱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吼，咱也有办理这个全台语的课程，还有台语的开讲会，还有台文的读册会。详细想要了解遮台语的相关活动课程会使扫这个 QR code，就拢会使看到阮相关的活动吼。这个月吼，咱台文博览会嘛有一个活动吼，会使互大家来参与，做伙来参加遮台语的活动。头一项这台语的开讲会吼，咱伫咧昨暝吼，伫咧共款是 YouTube 共款是这个 Google Meet 吼，伫咧线顶吼有这精彩3趴故事。咱这台语开讲会吼，咱2个月办理一道，咱后一摆的时间是9月。这主要要提供大家一个全台语的环境，有通伫咧线顶吼，有通甲大家做伙熟悉交朋友开讲，这你要。不管是你要来甲大家分享吼，你的故事，也是讲你想要来听人讲故事吼，这拢非常欢迎。咱后一摆的时间吼是9月第3个拜六，非常欢迎大家吼，会使做伙来这个线顶吼，这个 YouTube 甲咱聚会。再来吼，咱今仔日这场吼是杜信良先生吼，要甲咱分享放荡内底短裤甲暗示吼。咱这系列的讲座吼，咱为这个月起过吼，咱下半年度吼，拢是杜信良先生，咱要了解杜信良先生的小说，还有伊的作品，还有伊所出的这个册吼。今仔日是起过头一场，等下咱时间会交互咱的主持人，咱的主席者，还有杜信良先生。另外吼，除了这场讲座以外咧，伫咧明仔载暗时吼8点到10点半，咱阁有这个台文家私面的这个讲座。咱这台文家私面的讲座吼，明仔载要来教大家要安怎去体验，用手机落去拍台语，要教大家这个拍台语的输入法。这报名拢要，阁会使报名。所摆吼，若想要了解这个输入法要安怎使用的吼，非常欢迎吼。各位这 QR code 甲扫落去吼，咱明仔载暗时的讲座吼，就要来教这个输入法。拄则讲到的这个杜信良先生的作品吼，咱下半年度吼要来甲大家绍介。除了今仔日这个放倒以外咧，还有这个考册，还有迄个杜信良先生伊要未发表的这个作品，还有一寡这个出来绘本吼，这部分伫咧下半年度吼，带大家做伙来熟悉这个杜信良先生吼。杜信良先生是咱台文算是少年人吼，即马算是产量真济嘛真出名的作家，带大家做伙来熟悉。好，今仔日这场是迄个放毒吼，要来讲放毒这本小说。明仔载这是拄则讲到明仔载这个台文家私面讲座吼，咱台文家私面讲座吼，咱逐个月拢有办理。起仔月要甲大家讲这个拍台语输入法。双月吼，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找台语书店。所摆若想要了解这个现代迄个台语文的这个家私吼，要安怎使用的吼。拢非常欢迎吼，咱逐个月起仔月吼，是双月吼，第3个拜日吼，会使做伙吼来参加这个讲座，这免扣钱的嘿。这咱这讲者吼是咱台文家私面的发起人吼，夏美先生吼要来亲自甲大家分享。这是明仔载讲座。另外吼，咱今年度吼嘛有甲高雄文学馆合作吼，要做伙。除了咱这系列的讲座是甲高雄文学馆的合作以外吼，咱阁有这个台语这个散文小说，阁有这个读写这个生活书写的这个工作坊。咱这已经正式起过啊，伫咧高雄文学馆遮。后一期吼，咱有邀请这个陈明林先生要甲咱分享这个小说。咱这期是这个王家华先生。王家华先生这相关的资讯吼，会使follow 咱这个台文博览会台文博览会这个 Facebook 还是讲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拢会使看到遮的相关的资讯。接下咱月底吼嘛会发布咱后一期要开始这个工作坊的消息。
除了顶悬讲到即个讲座啊，佮有讲座啊，佮有迄个迄个课程以外吼，咱佮有即个读册会咱逐个月吼，逐个月逐个月拜三吼，有即个找台语的读册会，找台语的读册会是即个读即个专白话字的文献的，所摆你若认为讲家己你若有学过即个台语的读写的对即个白话字想要更加了解想要更加熟手，还是讲想要互家己的台语能力更加进步，拢非常欢迎来参加即个找台语读册会。也是讲你咱另外即个是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台湾文学读册会咱读的是汉乐的作品，咱现主是咧读的是迄个陈明林台语文学选，即本册已经都要读了即本册读煞，咱接煞会来读迄个杜信良先生的放读，这一个月2道，第2个甲第4个拜一。这你若是初接触台语文的，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参加这个读册会来增加家己的这个台语的能力增加这个台语能力。这第2个甲第4个拜一若有趣味吼，咱这线顶拢通报名咱这线顶拢通报名。过来是这个课程吼，咱罗马字读写基础班甲进阶班咱即马拢已经去过吼。拢已经去过所以所摆接煞想要继续参与咱的课程的吼，咱会使follow咱台文普览会的资讯吼。咱基础班是为白晓教到会晓进阶班是你有寡基础吼，想要继续了解遮罗马字的一寡较深入的书写吼。咱协会除了办理即个读册会以外吼。咱也佮有甲即个咱的友社吼，闹台语碎碎台语社合办即个读册会闹台语碎碎台语社吼，咱逐礼拜吼，都有即即个读册会通参加吼。你看咱遮现列出来都有5个即个读册会，遮相关的资讯吼，然后趣味的吼，会使去 Facebook 敲做即个闹台语碎碎台语社，就拢会使看到遮个资讯啦吼。顶悬以上讲到遮的迄个活动吼，是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吼，咱固定咧办理的活动吼。虽然看起来吼，侪活动毋过是咱少人吼，少一寡台语台文的友志吼，做伙竞赛吼。所摆吼，咱若要甲阮支持吼，咱这嘛有这个寄付的口罩吼，咱这申请寄付的口罩非常欢迎吼，大家会使透过这个寄付的口罩甲阮支持。好，安尼接煞吼，咱遮的顶悬讲到所有的资讯，包括你要安怎寄付吼，咱拢伫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去，拢会使看会到拢会使看会到。好，安尼接煞我着甲时间吼，咱交互咱今仔日的书写者佮有咱的迄个作者吼，即个放毒的作者杜信良先生吼，甲即个武丹亭书写者柯培敏吼，柯哥吼，安尼咱甲时间交互两位。好，多谢志成，各位锁定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出头天。我是今仔日的书写者培敏。今仔日咧头起先欢迎大家来参与2025年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这半档会邀请杜信良先生来替咱小解伊的作品。信良兄咧是这拄则咱志成已经有讲过吼，就是信良兄是咱即下的少年辈吼，即个产量真丰富的台文作家。除了即个文学界的创作，因最近嘛，这毋是干那伊吼，包括因翁仔某拢做拍拼咧出互囡仔看的绘本，伫遮起头先替因拍一下广告吼，大家会使关注林册的一寡资讯因有一本叫做《乌行先生穿关达鞋》，最近当咧登记买册有爱食汉字的唱吼，大家有趣味会使去找找会使去敲找即个绘本的消息。好，伫遮咧要甲大家小解信良兄伊是咱台南人即个台南的台南的意识，甲即个台南的腔口，侪出现伫伊的作品内底吼。伫遮咱先邀请讲者信良兄甲大家意思自己咧，好无？大家好。
好，多谢信龙兄。啊，除了讲者以外，咱现场有邀请3位协会的友志，啊，等下咧会代替大家来读文本。咱头起先邀请 Gina， 甲大家挨杀一下，好不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好，多谢 Gina。啊，咱阁有小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小嘉。好，多谢小嘉。安尼接下来，咱请文如来甲大家挨杀一下。大家好，我是文如。好，多谢咱3位友志。等下吼，因为大家主要是用这个 YouTube 来参与这个讲座吼，所摆较无法度有这个机会听到每一位的声音啊，所以咱特别邀请咱协会内底这个读册声音特别好听的这几位朋友来替大家读这个信用兄文本的部分。好，安尼接下来，咱要开始讲放毒这本小说啊。大家毋知手头敢有这本小说吼？这本小说一个收集杜信良先生为2015年到2021年12篇底篇的小说啊，每一篇小说咧有用到无共款的手路啊，用到无共款的文学技巧啊。今仔日咧，咱会出其中的3篇来甲大家做分享。安尼接下来咧，咱就先来看放毒这篇。啊，放毒若是手头有原册的朋友，会使看即个21页到40页。啊，若手头无册的朋友，袂要紧，咱有友志会替大家来带读。好，安尼接下来，咱邀请讲者杜信良。大家好，大家平安吼。我先起一下讲，就是讲这篇小说内底大概的内容吼。我是拢讲叫做什么元素？伫我写每一篇小说进前吼，我拢会先甲一寡元素定落来，就参像讲咱想要煮食，咱先甲咱的食材先捡好，咱会当煮什么菜吼？迄大概的概念就是安尼。我列的这个元素，就是我伫这本应该是这篇小说内底有参与到的一寡元素。是安那？其实放毒我是甲放伫这本册内底第一篇是，就是在迄当阵2021年，在中国企业还有一寡有诶无诶政治事件，我甲参与放做伙，我甲想讲，这件代志伫迄当阵，还是讲甚至是到今年2025年，我拢会感觉我迄当阵就以我诶感觉就看着讲，这件代志咱需要。咱业别的人需要甲写啦，所以我就甲遮个个人的经验，还有一寡生活的咱政治的环境，甲参伫内底，大概是遮个物件。安尼接下来，咱邀请第一位友志 Gina 来替大家带读放毒的第一趴。这个代志，我感觉有义务甲伊写出来，无写。无人知影，咱捌有遐尔大诶危机过，写出来算是我诶赎罪。兄弟，你人倒伫遮，毋知影你是好运也是歹运，但我是歹运啦。国阳送伊来病院了后，就直直守伫伊身躯边。随望即月日两人无啥爽快，总是交情真深。伊心内阁有代志爱操烦，放毒的时间是要安怎进行？敢真正要安尼做？看俊秀是无可能参与啊！伊家己阁无可能脱身，甲单一人结头壳。这代志真紧着通报高层官员，现处是欠疫苗，已经是头壳摸咧烧啊！阁有一寡三脚啊，一点黑暗的所在咧创空。其实这个故事放毒其实有相同的意思啦，就是讲，就参像我要暗示的是什么代志，其实是两件代志这个毒就是当时咱2021年，咱差不多迄个卡刀
有中国肺炎，啊，这肺炎有尾啊，即马美国即马 FBI 出来嘛有出来讲嘛，讲确定是中国因个实验室放出来的。啊，这是当然，这是后话啦吼。啊，迄当时咱写作，还是讲咱观察到的物件，敢若讲这个毒到底是安怎来的？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因为我住伫台南水沟社遮吼，啊，我的厝顶悬就是飞机的航道。啊，迄当阵阿强啊，飞行机飞过来时阵，因着爱出发的，就是爱飞去去甲伊检查安尼。啊，阮朋友就咧讲，是毋是那安尼军营啊？若是互放毒了，会安怎？啊，就甲即个党吼，其实有是两个足侪种方法，就是甲未来可能的生物的战争，甲伊混看安尼吼。啊，这就是我写这篇主要的点。啊，头一开始我是啥物人呢？当然，你得爱去美你看讲，即个我到底我想要是表达啥？是讲咱是伊是一个驶飞行机的军人，还是讲是凊彩一个啦？一个三骹安尼去甲头咱的军人也是安怎？这是我感觉，这是就是一个较探真的写法，互读者去猜测安尼，大概是安尼。这是第一步。好，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小嘉替大家读放毒第二趴。即个国小顶头是飞行机航道，台南机场就是伫附近。蒙阿堡遐迄块地仔叫汤盘浅，搁过去叫水沟社。日本时代有设空军营，后来国民党接手，共款做空军眷属宿舍。自1996年台海危机到呾，第一岛链海关小输赢，便让阿强啊派战斗机飞来台湾，调工超过中线。台南空军机场就会随派战斗机去甲赶走。带遮的人看飞行机伫城市的顶头来来去去，已经惯死惯死，一点仔都毋惊有一日会有飞行机载落来。两三只飞行机飞过，一阵音波声，暗空冰雹，想要吐的感觉。伸手要学迄只加纸，嘛无效。你真介意加纸吼？遵守看阿鸾讲话，无带情绪，拄则的笑容，亲像互战斗机的声再走去。伫这差不多遮一两波吼，其实连袂少的一寡段落吼啊，其实我嘛是搁掺一寡拄则我讲的元素，就是讲比如讲伊个加纸啦，我尾也是翻头过来看我的写的物件，其实我真正有发现讲，我真正足介写即个加纸，即个意象吼。啊，即个意象我尾回顾我家己，其实是我高中的时阵一寡趣味的代志。啊，阮的班服是用加纸，啊，迄阵阵阮是讲吼，加纸就是拍死袂脱，吼。啊，佮另外一个意象就是讲吼，安那拍着袂死啊。啊，我是感觉讲，这甲阿强啊，意象其实是甲过去咱台湾甲中国这个牵连吼，足共的啦。所以我拢调工拢足介用这个加纸表，啊，佮有一寡政治佬啊，我拢足介用加纸来形容。嘿，啊，佮有就是伊讲的迄只地点吼，迄嘛是我心中的一寡部分，就是伊讲的水沟社，就是你若去查，其实伊早期是日本。空军的所在，啊，伊个汤盘浅吼，其实就是现主是蒙阿堡迄个伊原底的机场伫遐啦。啊，伊迄是汤盘浅，就是一个汤盘啊，伊中心是上浅的所在，啊，上平的所在，伊飞行机口我都飞起甲飞落来安尼，啊，拄上平的所在。啊，我是想要甲即个点加入来，我当然嘛甲迄个空军的机场有小可，就是就第一个环境小可夹入来，我是感觉讲，甲留一寡历史的意义伫遐，嘿，啊，就是甲肺炎啦，拢甲阿强啊，这是其实足大的元素，足侪元素甲夹做伙，
伊讲着我即句，因为我嘛有去看，因为迄条路军机机场迄条路，顶悬嘛有足侪旅社啦，旅社其中一间叫做仁爱旅社，我是感觉，伊迄间吼，我个人的观察啦，就是我就是感觉迄间嘛是怪啦，所以我就迅速甲伊砍落啊，安尼，大概是先安尼。好，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文如替大家带头即个放毒第3趴，文如请。迄时，军营内无人着肺炎病毒，政府真早就做真侪预防措施。军方如果爱加真严格，所有人员分流排班，袂当凊彩出外。负责战斗机的相关人员、机师、维修人员、塔台控制，拢不时着爱汇报家己的身体状况。即月日，阿强已经出动超过25只战斗机来乱啊！逐摆接到命令出动，遵守心肝头，拢是满满的斗志。守护家己的国土是伊自细汉的愿望，一直拢无变。总是遐接出勤，硬体维修就真吃力，危险性就会增加。战士无闪避的烂头，伊嘛无第二句话，是想着因老爸，心肝头郁积起来。这个部分就是我尾啊。包括这3篇吼，我尾啊等到翻头家己来看吼，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我拢是写，我拢关系啦，亲子关系，就是阿爸甲囝。你主要看，就是我尾啊等到回顾是，可能我个人啦，某种程度是嘛是对阮老爸的思念。我这是我个人尾啊是回顾我来看我这篇呢。是要讲啥？这阿爸原底吼，伊嘛是技师啦吼，嘛是军人，是阿爸反的人是啥？阿强啦，吼当咧伊方胁迫，你爱去投你迄个投毒放毒伫军营内底，就反映讲，阿爸来做梦托梦甲讲，你既然敢放毒害人，意思是啥？就是讲要互爸仔囝的态度，还是讲对国家吼，对保护台湾，顶一代保护台湾，你后一代，你敢要放互投降，还是讲安那放互去？这是条工有小可甲咱目前的历史吼，我感觉小可麻拄啦，就是咱想讲，去年毋是去年，迄个咱24年，是讲太日头火运动，到呾咱拼10冬，咱后一代新的一代，敢要甲放？是我感觉讲对照吼，以我前两个重新来看这篇小说，讲咱顶一代是啥物款的？咱是毋是依持？咱还是讲保护这个土地更较好？我感觉这是，就是我想要表达的物件嘿。接续落来，咱就邀请Gina来替大家带头第4趴。Gina，请。好，这种空虚的感觉，长期压力累积落来，就基本惊到会爆发。反正这就是阿强的战术之一。无咱当然嘛知影，派军机来乱是一种一劫一个防拿减死库的策略。假使疫情无法度控制，军方方便疲劳，因着有较侪本钱统一台湾，所以非常要求空军基地所有人员严格遵照防疫事项。小人想嘛知影，这项代志无可能公开讲，无借中资媒体的操作，暗藏事实是一回事，扰乱人心是愈较害。为病院离开的时，阿鸾当着国用，知影伊嘛是为这代志咧操烦，
着甲伊参详，是毋是有较好解决的方法？假使爱伊牺牲性命嘛无要紧。空军基地这边嘛，真早就收到通知，连面要求所有人员销假转来营区。知影有人当咧检查，所以准备要搬一出戏来互乌衫人看，顺续要抓伊。搬阿强的戏做咱的剧，国阳已经联络乌衫人，毒已经下好啊。新闻嘛放送茂密军营有全体病毒烧坏的现象。共产党知影这件代志，欢喜甲搁连续派战斗机来确定，是毋是台湾的防御能力有降低？到中昼的时，警报搁在弹，如果是中共飞行机飞来啊，原底掠做台湾军方反应会变慢钝，想袂到是反应变得愈较急。美国航空母舰走来台湾海峡，面顶有超过30只战斗机随时备战。台湾面对气焰变化的同时，搁爱面对共产党的武力恐吓。过几天，新闻安尼报上，落尾美国搁出动一只运输机 C-17来台湾。3位高官宣布要赞助疫苗的代志，这小连续的卡合，形式拢提早计测好势，是讲真侪代志拢爱点做，袂当弄容。当然，中共想袂到这放毒计划无达成，颠倒互台湾名声愈来愈旺。嘿，这篇吼，这段落就是嘛，加一寡人性加过来啦，就是讲伊尾啊，伊到底要选择，讲到底有要放毒无？啊尾啊，顺续用伊个剧吼，做一出戏互阿强啊看，互伊当作讲咱的军营的人吼，拢无效啊啦，拢无路用啊啦，无法度去派战斗机出去甲因抵抗。其实我写的是，拢是家己的愿望啦吼。这总是有一寡虚构啦吼。嘛希望讲，伊真正是咱台湾人会当较巧的。以小说的角度来看，就是讲我个人私心，就是我嘛是想要互这较好的，互咱这个土地较好的。就是你嘛知影讲最近咱的一寡有陆续属的物件嘛吼。我个人我是希望我是调工，你注意看，伊内底有当时2021年，真正足侪代志，包括美国送疫苗过来。我个人感觉讲，迄敢有影遐拄好？台湾遮好的运气，讲咱台湾拢防疫拢做了好，就因为一个官员半暝困袂去，去看顶悬的名字，毋是迄个 VBS， 还是看了一篇讲中国遐有毒，无就派人去甲这去看，发现讲这袂使，随甲咱的海关关起来，莫互因入来。我感觉这是足伤过拄好去啊，是讲，就是伤过咱台湾伤过有好的运气伫遐，所以讲我希望，我就是甲你讲，应该爱甲遮个代志写落，甚至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落，互做一寡历史的见证。当然小说袂当做历史啦，只是讲伊会当去做一个对照，安尼迅速甲添落去，安尼这个甲当然嘛用一寡较详述的情景讲代志是毋是会安尼发生？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足趣味的代志。我嘛希望讲，我是想要以后写一篇较长篇的有关于迄个台海战争的物件。所以慢慢去，慢慢练习。这部分就是大概是安尼。好，多谢信用兄。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
小嘉来替大家带读放读第5趴。小嘉，请。准秀出院了后，就办退休，搁安怎无答话嘛着退。我咧，陈国勇，真感恩伊无过到过去，搁愿意甲我见面。阮约伫通搬迁一个真热贴的所在，也会当看飞行机起飞甲降落。自从放毒事件了后，这个所在已经封管制啊。我深深甲伊回失礼，我最后无做对不起伊甲国家的代志。无，我一世人永远无法度赎罪。我这上尾啊吼，就是救赎甲赎罪吼。其实我较咱应该是我用较正面的方式来看待迄个目前吼，你看足侪军方的军人拢互判刑嘛，做阿强的三脚仔嘛。我是用较正面的望讲吼，你遮人，你即马反背你的国家、你的社会、你的土地，然后一个你是毋是做？你是毋是有可能有一日你会清醒，讲你的心灵讲你做的代志是毋对的，嘿啊，等到来保护咱的国家，我感觉迄嘛是，就是我讲的用人性的方式去来写这篇故事。当然啦，伊迄个人吼，迄个国勇啊，伊甲准秀，但是当然有国小一段迄个争议伫遐嘛，所以伊尾也无甲安怎嘛，还是甲无嘛是无做歹诶代志。啊，个实际发生诶代志，敢会是安尼？啊，透过小说，伊内底我吼，伊当然伊这篇小说伊是用我来自述即件事件，吼。啊个读者来读诶时阵，你诶我若是你会当做啥？啊，面对一寡可能比如阿强啊、城人啊，还是讲一寡政治局，还是商业金钱的城人的时阵，咱会当做啥物正确的判断，还是讲行为的行做？啊，咱会安怎做？嘿，啊，我感觉讲这就是人性啦。嘿，啊，我感觉这小说就是安怎，咱会去写这篇小说到呾啊。放毒这件代志，毋若是讲实际的生物的毒吼，还是讲黑白讲话啦，去做假新闻啦，假迄落一寡假消息，迄嘛是放毒的一种形式。咱是毋是爱安怎做吼？咱会当安怎做，安怎去反应？我感觉这是迄拢是毒啦。嘿，啊，我这感觉讲，迄当时我写的时阵，希望讲咱。会当然较政治，咱个嘛是足符合咱目前咱台湾面对的困境啊。这种代志是我感觉嘛较少人去写，啊嘛较无愿一寡写作的人嘛较无愿意去写。啊，我是感觉讲，我有这个义务吼，我嘛可能看袂落，我讲有即个义务较少啦。当然有一寡人就较无介意讲，伊这无可能无够文学啦，是讲上过政治啦。啊，我是个人讲，迄就是小说家想要讲的话。哦，啊，咱若无甲一寡现实的物件搬落，当然加一寡虚构，啥人去看，啥人去了解，嘿。当然有一寡较想象的所在吼，啊个。就是因为咱有去想象，吼，去避免一寡可能未来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歹代志，咱才有法度去改做更较好的准备。嘿，我这篇小说上大的目的是安尼，嘿，大概以上。好，多谢信良兄。其实信良兄。算是真客气啦吼，就是讲咱文学的手路，原则上真啦、善啦、美啦，一般咧讨论文学的美学的，讲到这3点。
信用兄算是一个最有使命感的文学创作家，所以伊一直强调这个写落来是伊的义务，希望大家嘛会使去感受这个信念。所以内底一直咧讲一个信念，到底有放倒无？你要安怎去解这个读吼？嘛，互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讲文学敢正经袂使甲政治有关联？吼，咱定定听这种物件，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事实着，咱一切代志拢是甲政治有牵连的啦。直接透过这个放倒，互大家去感受这个要安怎用文学来甲大家讨论政治这个严肃的议题。好，安尼接续落来若手头有册朋友，请大家先甲这个143页到166页，咱来看第2篇3卡。先请信用兄甲大家起一个头。这篇吼，小可较怎讲？我个人感觉讲较复杂小可，就是伊内底人物较济，其实嘛无偌济吼。个上主要就是主述者甲伊讲的人，啥物人咧讲话吼？倒一个人咧讲话，我感觉这爱分得清楚。其实吼有主述者其实是我咧写228事件啦吼，228事件。这我虚构就是讲，迄个杀人魔其实是互关伫病院内底。我这是我想象的啦吼。因为阮咧迄间病院，迄间营总的，拄好伫我做工课的对面。迄个蒋介石的迄个东乡，就是伫我的对面安尼。所以我看到无啥起码是无啥好，我就甲即间病院写落，甲一寡228事件的人甲写入来。这当然人命是毋是假的？我感觉你通去敲做吼，话人命是真的吼，尤其是受难者的人命基本是真的。当然甲佫有一寡罗马尼密码吼，我甲写落来，其实佫有迄当阵拄好有出，迄当阵拄好出一篇啥物叫做拄好转型正义，大家拢咧讲嘛。有出一篇一本迄落也未送出，也未寄出去的遗书吼。我嘛是甲写啦。内底我吼，其实是迄个狗仔，伊嘛有讲话。伊是基本上伊就是受难者的第2代。迄个主述者我吼，其实是就是平民正因的迄代的迄落后一代就对啦。我拢家当做家拢甲掺入来。我送是我感觉这是爱可以大家去详细去甲看，大概是安尼。好，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文如替大家读这个3卡第1趴。文如，请。阿三，是你问我才要讲的，是我心里会得过。你莫收音，恁做狗仔即个习惯真歹。你阮迄时做绕白仔搁较厉害，我知的拢讲互你知，莫弄用。我记载嘛歹，想着倒，讲着倒，前后因果逻辑无的确会打去，咱凊凊彩彩就好。才下咱中国人的性，安尼讲，你有了解无？啥？伫2020年，中国已经解散啊？有影无影？他会安尼生？伫加昌路遐，南仔溪加工区大门带对面尔，迄椰子树生甲偌尔大丛咧。真好找，迄身故事人员的当上，犹原徛停停，袂输咧监视。病院内底即篇戒严，这是公开的秘密。无，你着免加用工来找我啊！问甲一支病通牙，我呾头壳阁偌精讲咧，啥戒严吗？
你唬人人，你这个不太了解中国人这个伊的病房号是333，我还会记得。你只楼梯行起哩，我左手边有一位守卫仔徛站，入去爱先申请，入去了后搁较过，随我左手边行到底就找有啊。遐个位所是超工安排的。安尼，伊若咧笑，较袂互发现。照时间排，逐礼拜三下晡3点是伊甲医生有约的时间。听讲是为着要互阿三好记，才甲伊的名号做阿三。这听起来是有寡趣味甲含糊。我个人较相信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要暗砍阿三家己过去的罪孽，以免有一天互人发现伊看起来薄板山高、下骹的模样，过去竟然是一个杀人魔。改名装小，是要利用时间豆啊麻痹永远甜袂完的空喙。是讲，若无甲空喙内底妇人清服好势，当时的发炎无人会知。咱看目前台湾转型正义就知，照目前民体党的计策，放屁安高心啦！台湾人要做主人，阿婆啊生囝，真拼咧。好啦，我确实无资格讲遐有诶无诶，你免用迄落目尾甲我刺，佮目人吊去天顶，袂输我欠你千外万，较注心啊听咧。讲第2摆钱嘛爱照起工算，我迄落性命趁一束啊蓝山尔。等下，我啉一喙仔茶咧。要讲228咯，平弟，这我无讲无人知啦。哦，伊哦，迄暝平猛接到命令，就随调集上美猛的21师，要求机关枪、手榴弹，所有上有火力的武器，拢爱传互好势，准备坐船到台湾，镇压叛乱。平猛心内想，阁是一个得到长官信任的机会。伊袂输是长官的面堂，真知伊的想法。长官是啥？你银角仔顶头迄颗无？好啦，你毋好插嘴。平猛伊真享受杀人的滋味。伊不时思念徛伫日本仔顶，悬，双手甲机关枪落条条，乒乒乓乓自由扫射遐的民众。随往机关枪的声强要甲人的耳孔插破，伊有缘会当听到遐的民众的哀声。因的哀声甲伊的笑声合奏起来，对伊来讲是偌优美的音乐。嘿，这个部分吼，伊有狗仔自头也拢也袂讲话。伊吼，你迄个狗仔是啥物人？其实自头到尾拢无讲话，只拢咧描述迄个我，哦，就是咱这部分目前佫毋知迄个我是啥物人。过你会知影讲，伊甲迄个杀人魔是有足密的关系伫遐，吼。当然，迄尾下安咱会晓佫讲。个即个所在上要讲的是讲，我啦，吼，我甲即件应该是甲228事件，我是想要佫较用
小说做虚构，莫讲虚构，迄个事实嘛吼，甲做较用文理，甲即个杀人魔诶迄个咩讲，伊诶个性甲写落来，啊，可能嘛会讲用电影迄种做探究诶形式，啊，实际就是来描写即个人诶恐怖诶所在，吼，咱讲恐怖诶所在，啊，伊到底有效无效？谁会去带去病院？啊，即个病院就亲像迄个我咧所讲诶，讲，你咧讲解严，无影啦，吼，这无影。我是想要来表达讲，其实虽然是即摆是应解严嘛，啊，过其实足侪每一个地方诶所在是搁咧解严诶。我想要表达是即件代志，就亲像即摆即两天上出名诶代志，就是迄个台师大去抽血事件嘛。对我来讲，迄基本上迄嘛是以早诶权威来去压迫学生啊，还是讲可能某一个政府机关中官来压迫下骹诶人。我感觉迄是解严，到底有解严无？我感觉这是大家爱去思考诶代志，迄就是转型正义做无好。啊，即个效呢，即个批评到底有效无效？谁那用？其实伊是互我伊即个结构我是假设讲，伊是互关去病院内底，伫严重诶养老院内底，啊，伊谁那要互关？就是因为伊做了许足歹诶、足侪歹诶代志，互关起来。谁那要互关起来？惊伊食老诶时阵死计黑白讲话。啊，因囝呢？你若有去读另外一个段落，就是讲因囝哦，就是知影因老爸杀人无了自杀，啊尾也真正原底假笑变真笑，较来去认捌迄个医生复生啊做囝。嘿，我大概是就是要甲伊编做安尼啦。啊，谁那要安尼编做安尼呢？是希望讲，我感觉台湾人啊，咱有。受难受苦，我感觉有一个因果啦。虽然讲我毋是过去是夜乡诶，即摆较无咧信教，是讲我感觉有一个人也无照天理吼，咱迄个无照价值，安尼就无天理嘛吼。所以讲我是感觉希望甲即个物件设定是安尼嘿，大概是安尼。啊，当然尾啊狗啊是啥物人吼？啊，咱等下去看，就是伊其实是受难者诶第二代啦吼。啊，伊要去看，去敲找因老爸伫，伊就其实狗仔就是复生啊因后诶查某囝啦，嘿，大概是安尼。多谢新娘兄诶解说，安尼接续倒来，咱继续邀请Gina来替大家读即个三卡第二趴。Gina，请。阿三亲像掠着啥物，毋过真紧看无影。伊开始怀疑，伊是毋是有一个后生？好佳哉，伊无想出来因后生是安怎死的。我简单会使讲因果啦，碰到底名罗布斯，规身躯烂甲，我若只狗仔抢食，无人敢我去看，才一直无互发现。因后生，你敢毋捌听过？就是创立一间足有名诶大公公司诶头家无？听讲最近要甲人参选议员无？后来，红周刊报讲，因老爸是病治了后，挡袂牢，才跳楼死亡。恁少年当然毋知，这世代无公平，嘛是一代传过一代。若无经过转型程度，定着佫爱受佫较大诶灾厄。你莫录音哦。我即个卖录音哦，小可调出来就是讲，就看去伊即个伊调工，其实我是设定伊是调工，伊互迄当阵佫有金种即种物件留的，啊，所以伊较会调工，甲即个片子关伫遐。
啊，伊偏伫迄个另外一个人，伊即摆自述者迄个我吼，伊其实是伊甲伊做过共款的歹代志，就是伊的细骹迄落下骹的水骹啊啦。啊，卖录音就是讲，伊个人嘛是惊讲，伊为着要摕钱吼，迄个狗啊，要甲伊讲一寡啥摕钱互伊讲，你甲我讲一寡偏激的代志，还是讲发生啊一寡代志。啊，伊足惊伊录音，就是惊即件代志互别空啊，二八事件互搁一个搁一个史料互公开啊，就是叫伊卖录音啊，伊就是个人嘛是小贪，伊是要摕遐钱啊。我要杀死你们，管你们是人是鬼。灵界，你再来呀！想再死一次吗？蒲光明、范昌荣、曾丰明，你们都一起上吧！老子子弹可多的是。言在侧，你这个小王八蛋，死了还那个黄明样，看我刺刀不把你身上多刺几个窟窿，我便叫你老子。黄四、徐秋仲、王石定、陈金能，一起来吧！这个人命其实是拢是真的吼，啊，伊迄拢是迄当阵228事件的受难者。啊，我调工是写啦，我感觉，因为伊是较除了灵界了大啦，伊较有名了啊，其他的是拢较无人知影。按个伊迄个人的人名基本上是尾啊，迄落差不多迄阵我袂记当时几年啊，就是转型正义伊一寡史料公开了，啊，我调工去看到的，啊，我感觉讲爱互互搁较侪人知影，虽然讲应该是讲这受难者毋是咱目前看到遐个人安尼尔啦，吼啊，因为嘛足侪受难者的家属，伊基本上是尾啊史料公开了，较知影讲伊顶一代诶阿公啦，还是讲老爸是安那就是互侮辱，还是讲互杀是毋知影。啊，我是讲，这是调工来写啦。只讲用伊这段只拢用华语写，其实是要我迄阵时我足丢就讲到底是要用台语写，是华语写。啊，尾啊嘛是为想讲应该是爱呈现迄当阵的历史的背景，所以讲我嘛是用华语来写落来安尼。啊，大概是安尼，这段想要讲的是安尼。好，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小嘉替大家读这个三卡第三趴。小嘉，请。啥？利用外省人当枪子，伫爱讲笑。我人到现场的时，人拢走了了啊。敢再切哦，是为着要救迄车头地下道的民众才死的。也会学生军组织表。台湾革命军高雄支队编制系统、33暴动计划、各亲爱的同胞书，甲台湾学生联合军本部官方的文书，拢是阿三交代我编的，好笑的啦。遐个学生兵简单要维持地方的治安尔，阁保护真济外省人咧。迄嘛是你要问我才要讲的。咱拢台湾人，阮心里会得价。你莫收音，啉做狗仔，即个习惯真歹，比阮即马做鸟爸仔搁较厉害。我知影，拢讲互你知，你莫讲出去。上无爱等我退休金领着才讲。我入去病院的时，才阮老爸会气。无偌久，复兴医师已经互掠去啊。要坐伫搭凊彩哩，我无啥好请你，钱先摕互我，咱才讲。好啦，我无阮老爸大心气，算较差不多就好啦。阮遮是较野僻，你竟然找会着。你要问复兴医师进人伫倒位哦？
所有的人拢认为伊去笑啊，和顶悬的人嘛认为阿三甲228的真相走漏互知，伊才开始逃亡。对啦，不是嘛咧戒严。迄时228事件应该是227事件，白色恐怖拢嘛安尼。遮济逃亡的，无走就是死，走阁通拼一口气，做人的尊严。我甲你讲，恁台湾人哦，毋通认为人权免流血、免牺牲，就通为天顶落落来。无喏，我是毋是台湾人？无，你是咧三八。咱其家是中国台湾人啦。逐工面对笑的，敢袂笑？我看是诚困难啦。迄天福星过来巡房，阿三一个看到伊，就叫福星啊，人我巴肚足枵的，敢有好食的？3个，你拄则才食了呢，你袂记得啊？福星阿哟应阿三的时，把尾吊着床头骹一脚滚遐，放伫面桶顶悬，一条 S 腰带，一束棉仔衫，煞雄雄脚接片，互一阵青清风钻入来，心肝揪一下，敢讲迄毋是梦？福星顾3个遐久，阁毋捌看过遮个物件，是啥人摕互伊的？伊外头请护士甲物件收收咧，讲遮个物会影响3个的病情。你要小心呀，他们一直都在，一直都戒严，不要相信中国人呀。是我该被审判的时候了，他们来找我讨命了。遮吼就是互，其实是2个人的对话啦，就是尾啊福星啊甲迄个平民嘛吼，啊尾啊互伊，其实伊到底是平民，迄应该是讲福星啊，伊尾啊较豆豆啊了，会知影讲哦，即个平民是虾米人，啊虾米人家关伫遮，其实伊毋是自愿的，吼，啊是有某种程度是甲戒严即个元素甲加入来，啊，因为迄个平民伊互管制啦，啊变相另外一个点，伊就想讲，好像伊即个医生就是讲，互管制，啊，我是互派来去来控制伊，还是讲来监察即个人到底的状况是安怎？啊，某种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监察系统的想法。啊，这种物件吼，就是咱的人讲的迄个1984个小说共款意思啊。迄个下市区的地区，迄个病院基本上拢是一个监察的系统伫遐咯。嘿，我是想要甲描写是做是安尼。啊，伊就是伊是即个医生，伊去逐工去看即个病民即个状况，啊尾也知影伊即个人是啥物人了，后来惊来讲，原来我嘛是互监察的一分子啊。嘿，啊伊会当做啥？啊伊有啥物？嘿，爱做啥物代志？啊，佫有拄则讲向迄落甲高雄乡中的即个学生的即个代志写落来，嘛是讲迄阵阵其实咱对迄阵阵人外省人是其实足少情的。啊，福星啊，伊知影平民伊是杀人魔了，伊某种程度伊嘛是足少情的去甲对待。我感觉这是一个小可对照啦，对照安尼，大概是安尼，啊，对了，佫有第二点就是讲认同啦，啊，伊就讲中国人啊，是讲啥物人啊，想要就是甲即个用我的写法甲开口，就小可严，应该是讲小可较无。一般读者较无适应的所在，我感觉就是较无介意，就是伤过白啊！啊，因为我毋知，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用较软的方式去写一段故事，所以讲我著嘛是甲
就是照我想的物件安尼写啦。啊，是讲到底中国人，我小可即个中吼，我小可用迄个人讲的是谐音去甲写，即个中，即个四中的中，甲中间的中，我小可甲对调，啊嘛想要调工去甲艺啦吼，大概是安尼。那么咱继续邀请文如来替大家读三卡第4趴文如，请。啥？敢捌看过伊的遗书？无呢。你讲是阿片仔政府开放白色恐怖受难者档案的？啥？改严啊？唉，时代的确有咧变化，紧逝万年，不如一个总有阮的法度。因兜的人收到的时已经过30冬啊，因某已经死去啊。我听到你安尼讲，有影啦，是人嘛会感觉心痛。伊是写啥？我挂目镜，互我影一下。素贞为救民族国家而战，无犯大错。素贞心爱的，我出无偌济时间啊，简单顾这张批信甲你相识。我不对，不应该颠覆国家，企图造反。我对不起你，甲你腹肚内囡仔。我只有死才能表达我的忏悔。我的心情真复杂。愿我们伟大的领导，我唔惊死，简单心内挂碍你甲囡仔尔，能够原谅我。望你会当好好啊，请用咱的囡仔，互伊受教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个人问题。我感觉伊以后会当做一个真好的科学家。你爱勉励伊，当然跟我家人无关。这是我家己，这是我家己空思妄想尔。最后该是告别了。请你搁再嫁，唔通为我耽误青春。囡仔嘛需要老爸，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要认同国家统一。我会定定转来看恁，爱记得追求一个幸福的人生。我所有的资料拢爱烧掉，有念。历史会害咱公道。这张批就是见证的，这张批就是干净。遗言。沈月学员在练习英文。这就是迄当阵就是出一本册叫做送袂出去的遗书吼。啊，这个所在就是小可用罗马字做笔笔吼。啊，其实小可讽刺就是伊当作迄是英文嘛吼。啊，我讲迄个无卫生兼毋捌字啦。啊，其实你甲希望是讲，咱罗马字的历史是差不多55年。红禁止啊，75年迄安培圣经红没收吼啊，倒手边迄个应该是讲歌曲花啦，我是小可用歌曲花的事故来甲这个段落写落去啊，歌曲花其实我袂记，应该用关尾20几档啊，因囝着歌子名算做有名迄落，伊看伊去 Google 者。啊，迄阵这张批是伊写予因老爸，啊，你会看到迄阵是用差不多63年以上注音啦吼。啊，其实歌曲甲是尾啊，到差不多9998年，伊较入基督徒哦，长老教会。啊，伊的
你看伊个古，迄个伊个古厝吼，伊就是用迄个，伊是用胶了啦，迄个呆了，伊算呆了啦。我们来吼挂起花啊，我小可甲罗马尼这物，这应该这元素加入啦，是小可雕工的。啊嘛甲趁迄阵阵小可因受男者因要嫁过时阵，会互生查啊嘛甲写入去。哦，伊小可暗示啦。啊，我感觉这种是小说一寡元素啊。我感觉讲其他嘛无影啦，就是迄个足正常、足自然的物件。对我来讲，就是个足自然的物件吼。啊，啊个就是要呈现一寡历史。啊，这段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八成的事实啊，两成的虚构安尼啊。嘿，大概是想要替受难者讲话啦，啊，替罗马尼讲话，嘿，啊，大概是安尼啦，嘿，大概是安尼啊。还有就是讲，最后就是讲，伊即个狗啊，吼，即个应该是讲自述者，你若牵到差不多166只，其实我压一个上。迄个是用华语讲的，新闻部分是用华语讲的所在。伊尾也是半暝啊，因爸仔囝冤家，啊，搁跋落去位6楼跋落来，啊死亡安尼。啊，其实因老爸即个自述者的老爸自头到尾拢无出现，自头到尾拢无出现。啊，甲冤家伊是真正是。死咧是真正两个爸仔囝冤家啊，互跋落来，也是讲互即间病院的警总，吼，因为伊发现讲，即个自述者摕钱啊，互迄个互狗啊，互迄个就是福星第2代，啊因为逼空啊，228事件搁再逼空啊，足侪人知影批评即个杀人魔住伫即间营总诶。吼，啊，我小可爱去读册去想象啦。啊，伊就是因为，其实我的想象就是因逼空啊，啊，因两个爸仔囝因为摕钱，就是摕钱嘛，啊，互即个228个事件，搁再逼空，啊，互警总会知影，啊，警总会下动手，甲伊扯落来。这甲陈文成事件是共款的啦，甲最近真阵啊。台中事件，足侪人互扯落来，意思是共款的。因遮讲哦，对因当局有威胁的时阵，伊就派杀手啊。啊，小可我因为最后一段我其实是要互无讲破啦，因为小说咧要投稿拢10000字嘛，不是无搁甲文章无甲困看，啊，就是小可安尼就先杂志安尼，嘿，啊，其实是会当。个会人困看，嘿，啊，迄篇166页迄个新闻报道是雕工带一寡代志伫遐，嘿，啊，我可能以后嘛会搁写，是安那嘛，迄嘛无的确，嘿，大概是安尼。好，多谢信用兄的分享吼，这真趣味哦，佮甲大家提醒一下，信用兄。深头都甲大家讲，伊啥写这篇是因为伊看到因迄对面一群当上袂爽，啊，迄个袂爽的心情，就会使声音写出一篇为受难者发声的小说甲作品。或者也鼓励大家会使平常时会使加观察家己身躯边的即个四苦练长的一寡人也好，然后代志也好，物件也好，啊，咱拢家记录落来。啊，若感觉灵感一直冲起来，吼，就甲创作做小说，啊，咱就来投稿，啊，大家做伙来增加即个台文的文学世界。啊，伫遮先多谢信用兄精彩的分享。啊，接续来，咱要来看即个185页到206页红包录啊。啊，头起先共款，先请信用兄甲大家先做一个起告。嘿，这篇元素其实是主要是你若讲较浅薄的元素来讲，就是国旗啦，吼。
咱诶，毋是讲咱诶啦，但中华民国诶国旗、车轮旗，也是五彩旗吼。迄个南北，迄个国民党，国民党甲迄个，另外一个迄个毋正党诶国旗吼。啊，这是国旗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迄当阵嘛是其足趣味啊，迄种代志拢发生伫印尼。啊，因为罢免事件，罢免事件，陈碧桂会打罢免事件，啊尾啊佮丁选嘛。啊，我要讲诶就是严格尾啊佮丁选嘛，应该毋是丁选，补选嘛。啊，因为因严格因上出名就是迄个大甲妈祖啊，我就讲即件代志爱甲写下来，甲写下啊，我毋知影尾啊，就是甲神啦，甲鬼啦，因为我细汉诶一寡嘛是有足大诶元素伫内底，就是我细汉诶一寡记忆嘛，金庙诶记忆嘛，甲补啦，就是嘛是补足我对我细汉诶一寡元素嘛，甲迄小可雕工，啊，只是讲甲参伫即篇小说伫内底。好，多谢信良兄诶，即个起即个头，然后啊，说袂记甲线顶诶朋友大家奉上者，吼，就是包括拄则所有诶内容啊，咱大家若是有想要甲作者本人有一个交流，恁拢会使甲问题留伫咧 YouTube 诶即个开讲室，吼啊，咱较等诶，讲座结束进前会有一个问题交流诶时间，啊，书写者会代替大家甲遮诶问题整理好势，啊，甲讲者做交流，吼啊，请大家毋免客气吼，咱罕得有机会会使甲作者本人亲身直接回应你诶疑问，吼啊，大家有想法，拢会使伫咧面顶啊发表一下你诶感想。好。安尼接续倒来，要来请咱的友志，读即个红包录啊第一趴先邀请 Gina 来。好，红包录啊，捡起来就准捡起来啊，要单调嘛讲袂得过，希望心内煞有一寡爱玉，有钱，阁有水查某囡仔的相。这几成古早就对时代变做笑亏啊！论真美，有时人比鬼搁较凶，搁较惊人。我是伫跳仔骹买票走总较袂拔，选去操盘变人大，金钱活水袂当搭。一天转来时，阿凯看老爸气噗噗，摕一支立开的国旗，无啥销路用。家己的国旗毋敢举出来，囡仔袂输红面关公，配合唱悬激心，一手插过，一手比来比去，比干叫。老爸做文献里里长，这个课已经30单外，真资深的党员，相信有一日会拍转去对看，完成统一的大业。爸爸，党要选，我倒一摆无拖这老命。今天搞啥？把我手上的国旗抢走，国家的使命忘了吗？对得起革命先烈吗？听老爸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伊拿国旗替人徛台，说互人挡，佮甲旗仔抢走，讲这是独立意识，大头家会无欢喜。其实国旗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其实足侪国民党家人吼，尤其是上名，你看 YouTube 的迄个谢龙介，迄上出名，就是伊要因某要压国旗，还是啥要压国旗，啊好，伊看着了随惊摕随收起来。啊，我感觉这是足趣味的物件啦。应该是讲这3篇来讲，我感觉写一篇对我来讲上趣味啊。其他2篇是较
较小可心情小可重，啊，即篇我感觉佫写着选举吼，啊，对我来讲是写较趣味。啊，讲诶，就是红包乐啊，因为阮兜吼是包括我过去诶细汉诶经验吼，敢若就是因为阮结拜，阮老爸老母因有一结拜兄弟吼，啊结拜兄弟因是西工吼。因是拢咧做西工诶，啊，所以阮诶兄哥就是我结拜，算是我因诶后生，就是我结拜兄哥，因拢是西工吼。啊，因为我细汉就是袂少有机会去接触种物件，啊，加上我目前住诶所在就是水沟城吼，你会去找水沟城，基本坦盘堑吼，即个所在基本是目前就是台南诶蒙仔埔啦，吼啊，我骑机车过，其实涂骹拢有足侪银纸啦，啊，佮红包乐啊。啊，我是顺即个势，甲即个元素加入啦，啊，增加一寡我个人看到一个趣味的现象。嘿，啊，当然就是红包仔内底有钱嘛，有诶有钱无钱，啊，有诶有迄个头毛嘛，啊嘛有相片啊，吼。啊，我感觉这是足惊，一般人感觉足惊的，啊，我感觉是足趣味诶物件，啊，我有相片无？你若有机会去捡吼，我通捡看卖啊，有相片无啦，吼。啊，就是可能捡了一个较水的吼，咱讲较水的，袂咱讲歹啦，讲歹可能会发生代志。啊，若讲较水的姑娘就甲即个夹做伙，啊，就是讲讲着政治甲选举，啊，甲讲着神明吼，即件代志，是安那？咱过去讲我袂记讲美国来迄落轰炸台湾的时阵。讲有美国还是讲日本来轰炸台，应该是美国，互马祖去先炸弹即件事件。台湾人还是讲咱人吼，拢会希望讲神明来甲咱斗相共。啊，选举的时阵，等到现主是马祖婆哦，大甲妈，等到是互迄个做领职啦。互绑票去，互人甲绑票去，即个代志，对我来讲是足不可思议的物件。啊，因为咱要拜神是要求啥物物件？咱来拜的物件，咱神主牌啊吼，伊背后就是即个神主牌啊，是讲妈祖即个神啊，即个鬼，即个神主牌啊，咱会应该爱拜是啥物物件？我感觉这是。当然，现代人拢无咧信教较济啊，吼啊，当然嘛有足济信教啊，信斗斗诶足济。啊，搁尾啊，咱上重要诶爱诶信念是啥？咱希望诶，咱诶生命是希望咱做啥物款诶人？就参照背面头讲诶，咱主要是像基督徒，就是三字信望爱嘛。嘿，啊，咱到底是爱信啥物物件？嘿，啊，咱的政治来讲，其实是，尤其是中国拢会用金庙这种物件来去绑票、绑迄个条卡嘛，所以讲拄则好有即个七二啊出现嘛。嘿，我想要用即个物件甲写落来，嘿，安尼。哦，所以即张嘛讲了啊，即张信用遐要搁讲一个无，就是主委选举甲罢免的竞选。嘿，啊，就是拄硬到拄则讲着啊，尾啊，就是讲即个主角哦，应该是就是死亡的已经死啊，迄个主角水啊，啊伊就是勇敢跳出来要去即个大义宫吼，我小可甲用概括，啊，就伊出来选立鬼，迄个金庙的立鬼。啊，因为即个立委就参照咱即马台罢免的状况是共款的，拢互绑票去啊。啊，伊为着要安尼，伊要嘛是要透过即个民主系统吼，选举就是选举。啊，伊徛伫庙埕安尼去宣讲演讲，讲咱爱有更较好诶，咱安尼去甲即个歹物件解除吼。啊，其实就是民主运动啊，咱过去。龙山寺就是安尼啊，啊，就是想要讲，即个
咱拜应该是信念，无即咱的神明，无应该互一寡为着钱吼。妈祖金身嘛啦，控金的啦，啊，个立委去互霸占，互迄个公庙的立委互去霸占几啊档啊，伊甲迄个妈祖金身金仔拢个甲变做家己使起，伊就是家己开金库啊，家己开银行安尼啊。迄个信徒所管的寄付的钱，拢是变变财库，啊，毋是互金庙的，毋互即间庙的。我讲这就是无正常嘛。啊，因为伊勇敢徛出来伫宣讲，吼，我甲伊描写一个，伊无出现，应该是讲伊几份的身份出尾啊，伊几个身份去甲即个主角讲话吼，讲你爱做啥，啊，你爱勇敢徛起来，就讲莫去做条仔脚，还是讲你爱替中华民国讲话，这是足荒谬的代志啦吼。啊，我是就是甲伊小可囥伫遮呢，嘿，大概是先安尼啦嘿。多谢信良兄的分贴。安尼接受倒来，咱邀请小嘉替大家读一个红包录啊第2趴。小嘉请。几若当前，民主意识不远，和镇南宫团讲妈祖显圣，托梦济信众，讲明年主委4党就爱定选，4党轮一摆，袂当一人连续做2届，这威胁着一寡骗食占权的老仔。先顾巴肚，才顾佛祖。原体靠这趁食，食甲油洗洗，才有可能讲放就放。外口传讲庙内10外个金库，内底金条、金牌，塔敢若山，锁匙伫主位遐，无需开银行，放款做庄，买卖土地，钱滚钱，税金。1.5厘都扣袂着，要做主委，讲好听是爱妈祖稳，讲歹听是背景无硬袂使得。逐当绕境抢桥是一种势力的展现，国派人马嘛是抢甲老伙老弟，无就是为即条路拍到另外一条巷仔，落尾嘛是当归飘西出面才换定。迄当阿水啊，即个故意人无代无志要去报名选主委，无人感觉伊会调。另外一派的人直加看衰马，根本看袂上目。伊简单摸3块砖仔，伫庙口埕摆好好势，徛顶悬演讲，讲主委换人做，标年钱财袂拍无。主委选举就公开，地方进步有人才，妈祖口号黑白用，可比乌道那恶雄。落尾阿水啊，气势愈来愈旺，愈来愈侪人来听伊演讲。逐港庙埕真热闹，人阵阁会斗发口号，拜担卖米爱先申请，买物件拢爱排队。阿飘啊去外口踅一轮看，将其要挡袂牢，我出手袂用得。这意识形态真重要。不离个，伫江湖行踏爱会晓变巧。2022是真重要的一档，咱袂当互大头家失望，安尼咱才会有好未来。甲阿凯伯暗示，毋通阁遐白目，摕车轮机出来。因2人相目对看，知影对方的想法。阿凯老爸气势较输人，怨气无地头。1970年代，第一宫就捌有主委选举，迄是阿凯因老爸第一摆做人的跳仔骹。正确来讲，是做阿飘西的跳仔骹。互人想袂到的是，水啊，敢徛出来要甲阿飘西竞争，
阿水逐工伫庙埕演讲，这是真前卫做法，同人拢感觉真趣味，真下草地开。上界重要诶是，互庄脚人知影民主是啥，权力甲权利阁是啥。听伊讲甲喙角全破，花瓶乌金，讲拜拜毋是拜假诶，香插袂正，心要安怎会正？叫兄弟告庙时，舞地下政治，借钱免还，阁有钱通领，甲一寡民众心肝头毋敢讲诶话讲出来，人人学乐，比大头母。便若讲了，台仔骹正人着发动选，这声势趁庙来偌定。嘿，这其实吼，我有小可想象，就是咱过去民主运动伫龙山寺诶演讲诶现场啊，我著甲即个水下诶意象，就是甲写落来。啊，龙山寺基本尾啊，自我知就是较无咧，迄落做一寡政治诶宣讲，就是为189年地南龙因说地南龙诶迄个个别是灵动了后，就拢无较少啊吼。啊，我调工是写这，就是小可要甲即种代志甲写落，我感觉这是足无公平诶代志。啊，是安那？毋是要调工讲鬼性，还是讲这原底性鬼性性，拢是对咱大自然诶尊重，甲未知世界诶尊重。咱就是讲咱讲诶信望爱。啊，煞变做是讲政治老啊的工具啦，啊性感会受气。啊，前阵啊，迄个苗栗迄什么，迄个我袂记什么宫啊，迄嘛是咧捧迄个妖精嘛吼。啊，我感觉看着讲，足侪人拢爱拜神拜鬼，啊，问题是讲伊面对咱若有一天就是有独裁的时阵，还是讲即个物件互霸占了后，咱有就是有一寡因遮老啊啦独裁灭来，哦骗吃骗干的变成呐吼啊，安尼到底咱的台湾人的勇敢，其实是敢出来去反抗的，嘿，啊，就参照内底即个小说的水啊安尼，嘿啊，调工去甲这写落来。啊，佫就是讲，即件事件，即个篇小说，伊是就是要，因为伊要就是定选，迄落定选嘛，迄落陈碧桂事件定选，吼，我就是小可，毋是无甲写落来，就是讲，因囝，伊想讲即件代志，佫定选要选举，袂当佫输啊，啊，问题是伊水也要佫出来甲伊拼，啊，想袂到，逐个人拢要投互伊啦。啊，伊就感觉受了危机嘛，啊，所以就要去派人去甲暗杀，还是安怎？吼，啊，这个甲咱目前罢免的事件，我感觉，因为你甲看，因为22年伊定选，伊就22年伊定选无选掉嘛，啊尾啊，伊24年伊就个选掉啊。啊，我要讲的是讲。因为地方的白条仔卡是永远，即个条仔卡是足歹、足恶去甲敲断的。啊，因为伊长期互用鬼啦、用神啦去用庙市去甲绑做伙，咱台湾人到底有去甲会当像水啊，即个精神去徛出来安尼。我大概想要表达是安尼，神敢要插政治？咱所拜的神是啥物款的神？咱爱真知影，大概是安尼。安尼接续落来，咱邀请文如来替大家读这个红包路第3趴。文如，请。你只好鬼仔牵你行，人国旗拢毋互你摕，你是益着啥？
你互出卖啊，较害诶是你家己愿意诶。阿凯啊，对老爸真无法度理解，真受气，超工讲话甲口舌，老爸竟然到呾阁要替因讲话。阿泰老爸想想咧，鬼才捌政治，咱人毋去捌政治，敢讲做鬼诶时才要去捌。家己母条仔骹30冬外，到尾啊，做诶却是害着家己国家诶利益，害死家己诶子孙。半暝，警察局下来，讲阿凯互人举目大，拍甲头壳全毁，送去急诊。看着囝诶时，伊规个面肿甲若面具。迄是投票前1礼拜，看来阿飘西是决心要阻挡任何对伊不利诶代志。当机启动了后，一下仔查某咧行路，一下仔查甫大步行。毋过毋写字就是毋写字，红头仔师讲安怎问都问袂应。到暗时10点开票煞，新闻放送讲是少年仔单山区赢阿飘西3388票，确定甲即个久长的乌金政治演互倒。当机喊一声好，嘛伫香符房顶写字。凯啊老爸无阁选里长啊，嘛无做条仔骹，毋过认真替乡亲服务，四界走踪。阿凯甲新主牌啊请转去了后，听讲是水某指示，叫伊找网络红人宣传，内容就是迄日写的桥仔字，政治民主化。主权自主化，社会自由化。我其实吼，即个查某鬼吼，其实我要较暗示是，伊是基本上是，好敢若是阿表师诶外口头生诶。啊，当然迄是虚构啦吼。啊，想要表达的是讲，到底咱人较爱读政治，是安怎是尾啊？是鬼来教咱讲，教咱爱安怎有咱的自由？啊，这个桥仔字其实就是我细汉，阮老爸话上会去参与一寡迄跋筊有无？就是搭拍菜按做工课了，就无转去厝里，就带甲人铺桥啊。啊，就小可用桥仔字，啊，我只是我甲我细汉的一寡物件写甲参来。啊，伊讲的政治民主化、甲主权自主化、甲社会自由化，基本上甲第一篇的物件，尾啊嘛是共款，就是虚妄嘛，一个正面的妄嘛，讲这片土地有一款的元素，啊，这款的物件。啊，其实这三个主张，其实基本上是台湾基情的主张啦，后置甲写啦。啊，因为我想要表达的是讲，因遮独裁，还是讲团体吼，因为伊的拢是利益啦，吼，因为因想要伊达成的利益，就参像顶一篇所讲的，就是伊要狗仔甲摕钱吼，咧摕钱互伊就是甲一寡。伊想要趁钱，想要有家己的，啊，就家来拢有油水通好乌洗吼。啊，金庙是一件足大的财库，有信徒，啊，信徒话时夜香对拜，啊，只要注意控制即间庙，讲你爱安怎投票，爱信啥。伊就对咧行，因为咱无经过思考，咱无思考啊，甚至讲有一天
无咧咱摕咱现主席的中华民国国旗，啊，伊嘛会甲你讲，你莫去摕这个国旗啊，这是一个足冲突的，对某尤其是较偏蓝的迄个另外一个族群的人的意识是冲突的，伊会造成一个反思，到底是咱到底是啥物人，还是讲咱姓啥物？啊，基本上这就是一寡有一寡思考伫遐。啊，到底是贵爱教咱？我其实这篇小说的内底是贵颠倒为台湾啦。啥那行迄个水啊，死了在生的时阵就宣传民主一个自由嘛。死啊，已经死了，过来甲这个阿凯讲你安怎有诶有无？哦，互伊改善，互伊为重新莫个互即个票西即个因遮即个集团去牵咧去啊。等到是咱请鬼拆药啊，即个鬼是好鬼啦，守护民主诶鬼。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口势，有小可口势啦。嘿，咱人等到较毋捌，是安怎呢？就因为足侪草仔人。就是我这个七字所要讲的，就讲遮简单的物件，你想无等到互你读甲毋知是咧底啥，你发臭就对啊。等到是食甲较大汉啊，较明白讲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的。嘿，这是小可用小说去用，你用讲几啊个嘛好啦。甲即个信念，也是讲。用宗教，以即个阿飘西用宗教去绑票民主，即个咱的民主社会，我颠倒用即个嘛是用宗教去颠倒去甲回，去甲讲，咱请鬼拆药啊，即个鬼呢基本上是人啦，咱真正的人比鬼较不如啦，真正是我是调工。小可要甲到底是谁是人，谁是鬼其实遮个人毋正人啦，就是毋正人，佢真的是恶魔啊，是真正的恶魔的鬼。迄个鬼呢，死个鬼颠倒来保护咱台湾。我是调工小可，互即个角色小可来去安尼，大概是安尼。好，安尼信用遐即也有咧讲着妈祖啦、鬼啦。就差不多拄则就差不多我安尼讲诶遐，好，安尼了解。安尼伫遮先多谢信用遐遮尔精彩诶分享我是感觉即篇实在真深刻，因为规侪所在会使看出台湾足侪无共款民主运动诶热，比如讲伊深头嗲诶迄个亚车轮机互收起，咱2008年单婚林来台湾都有足，毋知大家敢对迄段有印象？毋过迄阵就是发生安尼诶代志，就伫大头家面头前举国旗，就互警察抢国旗，佮甲拗断。所摆咧读即篇，感觉真趣味，佮袂输那先知有无？2021年写诶小说咧讲即个罢免咧讲即个做无好咧爱罢免，袂输那对应着咱即阵诶时间啦、空间即个条件嘛，互大家有一个无共款诶想象有一个无共款诶想象。安尼先多谢信良兄即个分享咱先请信良兄休困一下伫咧即段时间咱 YouTube 会继续开放大家来问问题，较等下咱会有一段甲作者交流的时间所摆大家有想到任何针对这3篇文本也好，还是针对作者分享的部分也好，你有任何问题，还是心得想要甲讲者做交流的，拢会使留话伫咧 YouTube 顶悬随时欢迎有无共款的意见
入来交流。接续落来咧，先邀请咱理事长，搁再甲大家奉上一个咱即个达到台语文促进协会台文博览会到底拢咧做啥物款的事工，互大家了解，阮拢咧做啥物。来，地点请。多谢贵宾吼，多谢新娘兄吼。大家今仔日来参加是咱台文博览会办理的即个全台语的讲座吼。咱今仔日这个讲座吼是甲咱台文博览会甲规方文学馆吼所做伙联合办理的。咱除了今仔日大家所参加的讲座以外咧，咱台文博览会阁有台语的课程，台语的开讲会，阁有台文的读册会。所摆吼，不管你是对台语台文吼，你的程度伫倒位，还是讲你对咱台语台文有趣味吼，咱台文博览会定定吼，拢有一个适合你的活动吼，还是课程吼，通来参加。这相关的资讯吼，咱伫即个边即个 QR code 扫落去，也是咱伫咧社交媒体平台拍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这相关的资讯吼。好咱今仔日这场活动吼，是咱7月吼，7月台文博览会所办理的活动。除了今仔日这场活动以外咧，咱伫咧昨吼嘛已经有即个台语的开讲会。咱即个台语的开讲会后一道吼，是伫咧9月第3个拜六，9月的第3个拜六。咱即个开讲会主要就是要提供一个全台语的环境，互大家会使伫线顶吼，会使来开讲来熟悉一寡做伙讲台语的朋友。咱不管是要来讲还是要来听吼，咱拢非常欢迎。所以咱第3个拜六9月第3个拜六非常欢迎大家过来线顶吼，咱有即个全台语的聚会。过来除了今仔日个讲座以外吼，咱伫咧明仔载吼，明仔载阁有即个台文家私面的即个讲座。咱明仔载要来教大家要安怎使用手机来拍台语，要安怎使用手机来拍台语。即个讲者吼是咱的台文家私面的即个创办人吼。吴希美先生吼，吴希美先生要来甲咱分享。这咱拢了阁有名起来，嘛伫咧线顶 YouTube 吼，所摆吼，咱有趣味的友志吼，咱会使QR code，请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去吼，就拢通报名。咱明仔载暗时8点吼，伫咧 YouTube 即个拍台语私立法的即个小界吼。咱今年即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顶半年度吼是是甲大家小解咱即个杜信良先生毋是，咱顶半年度是甲大家小解即个萧垃圾萧冰滴先生吼。旧年吼，咱嘛捌甲大家小解过即个单雷，阁有即个陈明林先生吼。遮相关的影片吼，咱拢伫咧咱的台文博览会 YouTube 顶头吼，拢已经看会到。咱为今年就是即场7月开始吼，连续6个月吼，6场吼，要带大家来熟悉咱杜信良先生所写的这个作品吼。杜信良先生拄则大家听煞侪内容吼，听无够开的吼，咱后一场嘛共款是咱的放毒嘛共款是咱的放毒过来阁有咱的迄个杜信良先生出来册这个考册。阁有一寡伊的无发表的作品，阁有绘本吼，所摆吼，咱逐个月一场吼，咱嘛欢迎大家会使做伙来线顶吼，咱伫咧 YouTube 来个继续甲咱熟悉咱台文作家吼，真重要的台文作家。好今仔日即场吼，等下开放一寡问题吼，开放大家问大家若有问题吼，会使先伫YouTube 顶头会使先留话，等下出席者吼，代替各位来提问。好这是明仔载即个家私面的讲座，明仔载要小解台语迄个迄个拍台语输入法，这咱逐个月固定办理，迄个咱伫咧徛话吼，甲大家小解即个手机拍台语的输入法，伫咧徛话吼，伫咧双话会甲大家小解即个找台语，所以两个迄个。咱一个月小解输入法，一个月小解找台语书店所摆大家若对迄个找台语书店要安怎使用有趣味的，还是讲毋知影要安怎用手机去输入台语的吼，咱拢非常欢迎会使 follow 即个讲座吼，还是小解咱对台语文拄学有趣味的
这个朋友吼，会使来做伙参加这个讲座，这个台基本的这个初学者啊，咧定着现代化的家私，这是一定爱知影要安怎使用的吼。咱这系列的讲座吼，这是由咱台文家私面的这发起人黑米先生吼，咱亲自来甲咱分享紹介吼。这是明仔载7月2日，咱明仔载暗时8點要来甲咱分享这个拍台语吼，拍台语手机的这个输入法。好咱台文博览会除了甲高雄文学馆吼，咱做伙合办这个台文作家系的讲座以外吼，咱即马现处是伫咧高雄文学馆嘛，有这个实体的工作坊，这个实体的工作坊吼，咱今年吼有3个工作坊，头一个工作坊是这个教大家一寡基础的书写，第二个工作坊是即马大家现处是看到是这个散文的工作坊，这报名拢已经截止啊，毋过吼，佫有一个吼，咱台语小说书写的工作坊是由咱陈明林先生下位8月30吼，8月30会起稿，相关的这个活动的资讯吼，请大家 follow 咱台文博览会，咱有定吼，伫咧月底还是讲8月初开始放送这个消息，请大家会使关注这个台文博览会。咱这是伫高雄文学馆哦，咱这是伫现场的，所摆可能住伫南部的友志吼，会较利便，因咱这拢总一场工作坊拢总是4摆，拢摆，拢伫现场的。这是这个工作坊的消息吼，教大家安怎写散文，就是这创作去书写，佫有这个小说安尼。除了典馆讲到的这个活动以外吼，咱逐个月吼嘛有几6场吼，咱伫咧线顶的这个读册会，线顶的这个读册会，找台语读册会是读的是咱8月字的文献，这是全罗马字的，所以这建议吼爱有这个罗马字读写的基础的吼，会使来参加这个找台语读册会。那另外吼，若是台文要无遮熟手的一寡初学者吼，咱嘛有这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咱台湾文学读册会读的是汉乐的作品，现主是咧读的吼是陈明仁台语文学选。这个台湾文学读册会伫咧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咱这本册吼，都要读煞，接煞会读这个杜信良先生的放毒，就是今仔日分享的这部作品吼。这若有趣味吼，会使拍这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遮相关的资讯，嘛会使变好来报名吼，来线顶做伙熟悉一寡读册盘吼，嘛挺好增加家己这个台语文听讲读写的这个能力吼。这是咱协会所主办的读册会。除了读册会以外，咱嘛定期有咧开课，咱定期咧开的吼，就有这个罗马尼读写基础班，为白晓教到会晓吼。为佫有这个罗马尼读写的这个进阶班，罗马尼读写的进阶班。咱上新一期即马现处是已经起稿啊，所摆若是讲有趣味接煞。有要来学这个罗马字的吼，会使佫继续 follow 咱的资讯，咱这拢定期固定一期开过一期吼。这是咱协会吼，拄只有2场读册会，这是拄只2场读册会是协会主办的除了这2场以外，咱协会嘛有甲这个咱的友社吼，老台语岁的台语社吼，咱做伙协办这个读册会。这敢若瑞士台语社这办的读册会吼，就5款读册会这若有趣味的朋友吼，咱欢迎会使找这个老台语瑞士台语社的这个 fan page，这个 Facebook 会使敲出这个老台语瑞士台语社，就拢会使看到这相关读册会的时间，佫有资讯，佫有报，就是会使甲瑞士台语社报名。好典馆咱办的活动吼，咱逐个月这拢是逐个月固定办理的，定期这是固定办理的活动，另外嘛有无非固定办理的，就是无固定的啦，无固定的活动嘛有。办理这活动吼，其实需要济资源吼，嘛需要大家来继续支持。所摆吼，若是讲认同阮咧做的这个时间吼，希望遮
台语文的发展、生活化、正常化的友钱吼，嘛会使固定吼，甲咱协会遮支持寄付吼。这 QR code 扫落去吼，就拢会使有咱这寄付的资讯。好，安尼接续要开放问题互大家吼，我就甲时间吼交转来互咱的迄个书写者回敏，安尼我甲时间交转互回敏。好，多谢志平啊，为恁我搁找倒来。来，各位朋友，大家拢足客气的吼，无啥物人讲话，毋过我才有足侪问题吼，所以若拄较早小等的，若有迄个问到你拄啊好想要问的问题，你要进一步搁甲问落吼，拢欢迎吼，随时欢迎大家伫咧 YouTube 顶管留话甲讲遮做交流。若是真正想无问题，想要发表你的心得，当然嘛可以啦哈。好，伫遮啊，因为我是书写者，所以我有私心我要先问我的问题，较等下我才甲遮的其他有志的问题摕来甲信用兄做即个交流吼。其实第一个问题咧，拄则其实信用兄刘有去讲着，我上起头就是想要问家纸因为足侪片拢有出现家纸。拄则信用兄是讲家纸是诚做阿强的一个现象吼。毋过，比如讲，歹势在手头有册才知吼。比如讲，甲女同事的秘密内底，拢咧讨论拍家纸的代志，拍甲长迄个长想走出来，搁拍家纸的迄个出意的面手吼。我想要请教，无共故事内底的家纸。伊敢拢是，伊敢嘛袂使安尼问啦吼，就是讲，好，伫遮即只家纸是啥物？应该安尼问较单纯啦吼。敢会使拜托信用兄，互我一个回归一下。其实我毋知影，一开始我真正毋知影，我就该用家纸即个意象。老实讲，我真正毋知影是有一届。这本册新册发表会，阿玲兄问我讲：“你哪遐该用家纸？”我哈知影讲，原来我就该用家纸。我尾后回想，较是可能就是我讲的，就是阮高中查甫学校嘛，二中较查甫囡仔较热销，拢会入去掠迄有诶无诶。阮诶班服嘛是家纸，尾啊。可能可能这嘛有小可关系啦，尾也是讲小可用家纸这意象，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我袂惊家纸，过我感觉迄是足太高的物件。我感觉迄对我来讲，迄是足太高的物件，足恐怖的物件。当然我袂惊伊，是讲我会雕工，我面对我足讨厌的物件时阵，我会足自然的摕伊来做我的意象。阿强就是一个，政治佬就是一个，甚至我最近有咧雕工咧写一篇长篇的小说，第一部我就是应该是讲迄个第一部的篇第一章的名就是家纸人，我迄件其实是写好对，就是家纸就是做太哥，用。我新的物件是改当做伊的意象，就是政治佬伊甲咱的人民当做是家纸，其实改变过来就对啊。我感觉就是到底像是家纸咱看政治佬伊做太高，伊咱甲当做家纸其实因当伊甲咱其实伊嘛甲咱当做家纸家纸对一开始我就讲，迄其实有两个意思，就是讲，敢若就是拍死袂退，是当然迄较正面的。另外一个是安那拍吼，就是一直生团，做一太过的物件，那咱来一直去反抗就对啦。我是讲，我感觉写作的人袂是精神的错乱，就是安尼，就是讲。就参像我这篇自述，其实有小可有所在毋对啦，毋对的所在就是自述我常拢用烂，因为我的注解尾排版无排密，
我家己嘛无发现。其实其实咱讲话拢是咱甲阮吼，其实无共款。只是讲我定定讲话的时阵，我会变做咱。其实是我家己咧讲话，我家己内底心肝头足侪人，足侪对象咧讲话。即个家纸咧回应你的家纸，咱要到底是正面的负面的？其实我感觉是留互读者去来去看啦。当然我写的时阵，当然可能就是男咧有定定，应该是讲目前应该是拢较负面的啦。未来应该是有小可正面的嘿，嘛无影嘿，大概是安尼。了解，多谢信用兄的回应，真就是家纸，逐篇的家纸会有无共款的意向，留互读者家己去思考啊吼。接续落来啊吼，好我先用我家己即个问题，歹势，佫是我家己哈，佫是我先用我家己即个问题做起头，要引出其他的朋友的问题，就是讲信用兄咧甲大家作品内底甲是号名的时阵，有阵会叫共名。我咧读放读即本小说的时阵，就拢会想讲，这甲头前迄篇敢是共一个，伊敢有迄个因果关系？比如放读内底的女主角阿鸾，伫咧其他的小说嘛有出现。我先为即个问题起告啦吼，请教信用兄，你咧写即个阿鸾的时阵，你敢有互伊一个背景的设定因应无共款的设定出现伫无共款的小说内底？目前干那一篇尔。其实是这你讲角色吼，其实是后一个工作会讲到的。其实我嘛是这个问题，互我足艰苦，就是我到底是要讲这无？其实我是心肝头是足无愿意去讲这款物件，因为角色的设定吼，卖男名是拢处男名，其实拢好解决啦。另迄个角色个人性，还是讲个性的设定吼，其实是较艰苦的所在，就是啥呐？当然我通用虚构的方式去甲设定，佮定写作的时阵，定足困难的物件，就是因为你的潜意识内底，因为你过去遇着的人，拄过的人，吼，你拄着啥物人，还是遇着啥物人，你会无张无弛，你写的时阵迄个人会雄走未来。迄个人走未来的时阵吼，你家己毋知影，因为你就是咧写，当然你的手你一直动，伊走未来时，你完全毋知影。等尾你知影的时阵，惨啊，已經袂赴啊，已經定型啊，你文字已經寫好啊，你可能嘛袂赴去改啊。我要講的這個時陣，就是講，因為你會尾寫了的時陣，你才發現講，你寫迄個人，可能莫講100%啦，可能50%是某一個人，是你過去拄着某一個人。你當陣你就小可歹勢，還是講？即我無願意講，我毋是刁工安尼，所以講連個人嘅設定，除非是講我今仔日拄着一個人，我刁工要寫一篇小說，我看到一個人，伊嘅清差啦，是講伊講啥物話，你小可故意甲掉落來，安尼可能變成你寫作嘅一部分嘅元素，這是有可能嘅。個我嘅物件。上無我目前我發現袂少是我過去遇到的人一寡個性可能一部分，可能後一期去講，因為角色尤其是女親像我頭拄則講的，這3篇其實某種程度是寫阿爸甲囝會有一寡關係我尾才發現講，其實我思念老爸因為阮老爸可能10多當前過往啦。尾真正回顧，其實是有這個影像佇遐啦，影像佇遐。對查人就是查某還是查人，這個設定吼，我感覺我顛倒較無像阮甲阮老爸迄種設定較無相關。
等到拢是过去遇到的人的个性伫内底。我感觉较歹势，就是我发现我有这个欠点，我感觉是欠点啦，就是讲对查某的描写，我感觉变得较无好。嘿，我感觉未来可能爱小可改进。嘿，我个人我感觉较无好啦，因为我就是感觉写到较无好的所在去，安尼。好，了解，多谢信良兄。其实就是纯粹感觉，像我咧读审判迄篇的阵，我就咧想讲，即个阿鸾啊，敢是进前迄个做军中情人以后，过来用了因做看护啦吼。迄个无啦吼，啥安尼话再接受的来，安尼遮的问题，可能信良兄就会有一寡需要思考的空间，因为对阿鸾就有兴趣的。吼，足侪人对阿鸾就有兴趣吼。比如讲，我遮有手头有一寡问题，毋若敢若问阿鸾，佮问甲因阿嬷，因为伫咧头前啊，咧讲到阿鸾拄转头入来的时阵，有人咧问讲，哦，阿鸾是为北京学校转来，敢会使请问较详细的背景无？就是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是安怎伊需要转学，而且转学入来，伊甲阿嬷的关系佫是啥物？是安怎阿嬷看到伊会感觉啉悠悠？吼，遮个代志其实拢有人有趣味哦。就是咧读遮个小说的时阵，敢会使请信良兄简单佮加小解一下阿鸾即个角色的。其实是无讲完的部分啦。伊是因阿嬷看的朋友，其实是伊是变成是讲因无老爸老母嘛。伊就是讲伊的顶一代因老爸其实嘛是空军啦。因老爸嘛是因为。就是这当然这无伫故事部分伫内底，就是讲因老爸嘛，基本上嘛是空军，就是无，就是因为事故，翘起，互因阿嬷顾安尼啦。嘿，这部分是都无写啦，是应该是爱搁另外参与另外一篇，可能搁再进行的另外一篇安尼，若要看的话，没啦，其实无一定需要另外一篇，总是。遮个背景设定拢是咱咧完成即个角色的迄个形象的感觉。有可能你有即个人的完整的故事，毋过你敢若表现伊一个面相。我个人就感觉迄就足够，只是即个人的迄个圆的感觉，会较希望看会到吼。毕竟伊是即篇小说内底的重要的女主角，所以我嘛会使理解遮个友志会提出遮个问题啦吼。有一个问题嘛是针对放毒的吼。伊问讲，内底有一封无签名的批，伊敢有想要表达啥物？你讲倒一部放毒内底无签名的批，系啊，我袂记得啊。这是针对放毒这篇问的吼。后来无先卖问这条吼，有一个另外这个较明显，伊问讲吼。有人知影讲伫咧军中放毒啊，是一件足恐怖的代志吼。所摆阿兵哥若互迄伫咧军营内底是足严重的国安危机。所摆伫遮吼，有人想要请教作者，若这种奇怪，若照你想吼，或者是嘛欢迎大家讨论。伊讲吼，安怎满足阿兵哥迄方面的需求？我是看到这条，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若是以作者你的角度来讲，要安怎用文学的感觉表现出来？就是你有毒，你总是爱知影安怎解毒。即马就是知影伊食的就是会着瘾啦。要安怎互伊为迄个痛苦逃脱出来？迄种感觉。所摆我感觉这个问题嘛就值得甲作者做交流。嘿，毋知你有啥物看法？其实我就是讲到第一点的问题。其实你讲的部分就是恋爱女侠。你若去 Google Map 去看吼，你就大概知影伊的位置伫倒位。伊离台南空军机场的所在的相对所在，你就知影我咧讲啥。我袂调工去讲恋爱女侠到底是咧做乌的还是安怎？我是感觉讲，因为迄所在我逐工徛。
逐工透早上班6点拢会行经过，啊，伊拢会问，拢会拢拖落来，啊，简单有一寡足奇怪诶日子，就亲像人迄个咱讲诶美容院啊，较会烧金去拜迄啥猪八戒，所以我就甲即个物件甲写落来，就是讲你讲诶军营啊，啥物头房等等，嘿，啊，因为我早期伊就有工厂嘛，吼，你敢知就是其实台南有工厂，啊，即摆我毋知有无啦，啊，早期台南上名迄个工厂，我毋知工厂迄到底是要安怎讲吼？台南二中，我是台南二中毕业诶。台南二中铁基路边啊，迄就是伊诶工厂，迄个工厂寮就是伫遐。啊，即件代志是对我来讲是讲，因阮是听教官咧讲诶啊。嘿，啊，我讲一寡人就是伊会去遐偷房。啊，当然有军营啊，啥等等，迄拢是一寡我细汉就是捌有诶物件，我自己拢甲掺入来安尼。嘿，啊，当然对应着仁爱女社，啊，仁爱女社又搁离迄个空军机场搁足近嘛，所以我讲有一寡地理诶关系，所以我就甲伊写入来安尼尔。嘿，我感觉这嘛无算啥。嘿，啊，甚至当然你。以小说也是讲，我介意甲一寡我看到的有趣味的地点，也是讲做一寡较连结啦，啊，就是半虚构半事实。就亲像迄个慰安平遐有一间叫做啥中国人理容院啦。我感觉迄嘛，当然迄是有名的酒店嘛。啊，我感觉当然我无甲写入来，只讲我只是讲，是一种小说，你咧想象的时阵，会甲伊透会甲写入安尼尔啦嘿。啊，你讲嘛咧，迄嘛是做阿兵哥，我感觉迄种是少啊，迄种需求啦。当然，伊看伊安怎创嘛，嘿，对，就是你安怎写，嘿，可能较对啊，就是甲一寡你要啥人去看，啊，甚至就是讲进前就是一寡军人因为。阿强啊，色诱嘛，用女性去性，哦啊，高雄迄个张天麟哦，迄嘛是共款啊。啊，这种物件女色，这种物件就是小说一个点，啊，一个人性就是安尼，人性足该看这啦。我感莫讲伊抬高无抬高啦吼，就是啥人去看安尼啦，嘿。啊，甚至迄嘛是事实啦，啊，就查甫一半以上拢低高啊，我嘛是可能嘛是啊，嘿啊。你讲即句话，咱坐在山的朋友，伊个男性有意见啊？无，所以我讲的就是，尤其我要讲做小说，讲做其实某种程度对我是足艰苦的物件，就是讲我到底是爱像小说呢，半虚构半事实。要我用嘴讲出来吼，我无画一寡是足私密的物件，啊，我到底是即个我吼，所以我自述的时阵，常常来讲咱啊，啊，即因为即个咱吼是我心内是足侪我，咱人其实毋是独一个我个人的我呢，其实足侪面相的啦。啊，你要定迄个时阵吼，你要用我今仔日面对柯培敏，我今仔日面对皮米，啊，今仔日面对啥物人？迄个我吼，有可能是变来变去的。啊，即个人，即个我，到底是偌济会顺，有偌顺吼？还是讲到底咱的我吼是敢若会当独一个我尔嘛？还是其实咱来承认啦，其实咱是面上吼。是足百款的，其实咱的我嘛是百款的。所以我讲，我要讲小说这物件是，尤其是阮这是业余的菜鸟啊。其实咱的分析毋是，我无确定安尼讲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过我会当讲的是讲，其实定拢是咱
写作的时阵，定定是咱人诶面对咱人的时阵吼，足较真的时阵啊，尤其是当然写的是像安尼啦，啊写啊你要呈现要脱互别人看的时阵吼，你也脱啊啥物程度？我感觉就是嘿，讲啊粗嘴就是安尼啦。吓，所以讲小说分帖吼，画成足艰苦啊。因为一个凊凊彩啊，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无张伫会去甲你家己毋知的所在，拢嘛显出来互看。我感觉这是足危险的物件。好，安尼，一方面先甲线顶的朋友，迄落或者是咧甲恁牵着时间。毋过我发现后壁的即个信良兄家己个人作者对伊家己小说的即个讨论，互我感觉特别有趣味啊！啊无，我最后阁问一个问题啊，拄则拢咧问放毒无？即摆过来问一个即个红包落啊的问题吼，啊，共款就是请信良兄，嘛是像安尼吼。可能就是爱请作者去面对家己的内心，去甲你家己的作品做对话，这种方法来甲大家分享你的想法。啊，这个问题吼，我经这条应该较好讲。故事内底啊，阿凯的老爸敢有参与命案？你的设定是啥款？我的设定是，伊可能知影，啊，过伊要讲出来。嘿，伊就是迄当阵有即个传闻讲吼，伊迄个阿飘仔甲即个查某囡仔去摕去带，啊伊应该知影，甚至伊伫我印象中，歹势，我印象中伊咧带即个尸体的时，伊应该是迄个人，伊伫后壁咧看到，有看到，啊过伊毋敢活去，还是讲毋敢甲即件代志讲出来。啊，所以讲变成讲，即个人，伊到底伊心头嘛是有一寡袂得过的所在，嘿。啊，我感觉就是，其实即种人，咱足侪人拢是安尼啦，就是毋敢讲啦，毋敢讲，啊，就是看到毋对的代志，无正常的代志，毋敢讲出来，就是讲，啊个侪代志。愈来愈侪人拢安尼的话，就是无正常变正常，啊！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啊。嘿，我是想要小可，所以讲人性的对应啦。啊，所以伊尾啊，心里即阿凯因老爸心里讲吼，哦，听贵个较好诶，贵个会认同即个土地，即个台湾，抑佫有自由。啊，这人吼，这阿飘西这迄个金庙诶主位，伊颠倒是咧做迄一寡陆续过诶物件，嘿，我想要表达是安尼啦。因为有人就是提出讲啊，即个阿凯因阿爸看起来是即个中华民国诶信徒啦。对。这个应该是有掠着信用兄的想法。好，安尼歹势啊，是伤精彩啊！佮最后一条，歹势吼，有人问讲啊水的尸体，哪会无看？这足正常的代志啊！中华民国迄落因台人拢是安尼，敢毋是？毋过等一下哦，因为等一下哦，即个。我想想，等者那个足正常诶。毋过有一个有找着，有一个无啊。阿敏有敢若纯粹找着阿敏诶尸体无阿水诶。啊，伫遮吼，因为主要迄个问题是想要替即个阿水啊，化解啊冤屈啦，伊就感觉诚毋甘，讲勇敢抵抗恶势力诶人啊，煞安尼消失去啊。啊，伫咧敢袂使，比如讲咱文学。小说咧创作诶阵，敢袂使替遮诶人，有一个无共，咱知影中华民国安尼就正常啊。毋过既然是伫咧创作啊，吼，就咧看敢有可能有一个，毋知啊，你都写定，佮等你后一篇好啊。
我无调工去想着，这我感觉就是尸体，就是无调工去写的，就是讲找无。这是我即摆袂真正记袂起来，我当时安尼想。毋过你除了你甲我拄则你甲我问问题上，我足直接讲，伊台人毋是安尼，台人就是安尼啊。你王心嘛无，王添丁拢找无啊，因遮人拢找无啊。嘿啊，伊囡仔即个查某鬼吼，你小可因为要交代伊个红包落啊啦，伊尾啊，伊迄张相片啊，所以讲，当然伊嘛是伊找无是伊其实是找有，毋过伊是从家己无人知的所在是尾啊，伊砍亡，还是因老母因老迄个啥物伊甲砍出来的，嘿，即讲小可有鬼神啊，就是我感觉嘿。其实伊嘛是伊台上其实是无人知，是尾啊人伊去学出来的，大概是安尼啊。就是伊有冤屈，伊请迄个阿凯去学，还是安那请送去学，等安尼，好，多谢信用兄啊，即个真趣味的讨论，我嘛无算，就算一个收尾啦吼，就是信用兄你讲。恁水高社附近一日港拢看到金纸甲红包箩啊，你家己本身敢有捡过？无你哪会知影内底底啥对无？我甲你讲，就是讲内底偷摸的相片，你家己敢有就是手贱去捡起来看卖咧？的经验？我知影迄个阿凯啊吼，迄个本名吼，我咧设定叫做有一个人叫做林如凯啦。林如凯，你敢知啥？你有看过？伊有来阮台文普兰会讲，迄个做工作。因为凯哥嘛是帮我写推荐书的人吼。因为伊捌甲我讲过，伊捌捡过。所以我甲名这个号做阿凯啊，是因有捡过。伊甲我讲，伊内底有画时有相片，嘛有头毛，迄头毛画嘿。迄是甲我讲，我毋捌捡过，毋过我捌看过，就是因为红包箩已经雨水重破，我知影内底有看到头毛安尼，这真正是我边仔爱唱人，我高爷，我找着你啊，有无吼？足期待有即种画面出现。好啦吼，总是今仔日一方面就是真感谢杜信良先生伫遮用即段时间甲大家分享伊小说内容啊吼即本即个放动吼，事实的真趣味，我想内底应该有藏足侪大家会使去思考、会使去观察的部分。嘛照拄则即个信良兄伊所甲大家分享的，就是伊其实咧写的遮个取材。题材也好啦，吼过程也好啦，吼遮个角色也好，吼拢是为伊身躯边来掠即个灵感，吼有感觉可能恁若是即个详熟悉伊，大家嘛使试看觅伫咧故事内底看找着你家己的形影无吼，感觉毋是无可能的代志。吼伫遮嘛，鼓励大家有趣味，会使去买即本放读小说来看。咱后个月会继续即个讨论放读即本小说内底题材吼，是毋知影吼，即马看工作要安怎设计吼，请大家就是你看了会使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咱后个月会使佮甲咱的讲者杜信良先生做交流，做交流，有问题嘛尽量等出来，互伊甲咱回应吼。我感觉这后壁的收集者的问题所问出来，结果吼比我所想象的加足趣味，毋知大家敢有即种感觉啦吼。好再一次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参与即场线顶的讲座，咱后个月再相会，多谢大家。